何谓语系？阿美语的语系是固定的吗？我用这个标题来开始我们这个语法结构的课程哈。那我就不要看到我的画面哈，我只看到我的那个 PPT 的长相哈，然后我就直接在 PPT 上面呢做一些解说哈。好的，这样有没有比较大一点？看到有，音量都很清楚，很清楚哈。音量都 OK， 还好的。我今天这2个小时要上的课程呢，有6点。第一个是开场白，第二个是每个人都必须学语法吗？第三是为何阿美语叫语法不叫文法？语法要学些什么东西？何谓语系？阿美的语系是固定的吗？我用这个几个标题来开今天的课程啊。上课的我们今天开场白呢，我就是上课的方式，我比较用沟通教学法的方式来跟大家授课啊。因为在我们阿美语的这个领域里面哈，几乎我们现在在学校教书的族语老师，几乎都没有语言学的背景。那我们在这个网络上学语法，是第一次啊，我认为是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大家也是第一次。而且我们学员的来源呢，背景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不能直接进入很深的课程。但我上课的时候初学的人也会学得到。我后面呢，已经是老师，甚至于呢，你的语言的能力也很强的啊，后面也有一些东西让你学得到，让你初学者或者是一般的学习的一般的老师，或者是呢对语法研究的人员呢，我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呢，简单的、中的、比较难的，我都有放一些资料进去，希望大家呢今天上课呢都会有一些收获啊。那每一次在族语的场合里面呢，很多的老师们都说，有没有北阿美的老师有没有海岸的今天这个语法结构对你来说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亚群的问题。我们阿美语语词虽然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在句法上呢，几乎都一样，也可以说是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阿赖，我们的谢谢，有的台东地区的呢，有些不会说阿辉赖，有的是鬼赖，有的是阿拉拉有很多种说法，但是在句法里面呢，都不会有什么差别的。所以呢，即便有，是非常非常的少数。所以今天的学语法呢，我在使用族语的时候，我的使用的主轴是秀姑兰阿美，那海岸阿美跟北阿美是这个副的主轴就是因为我自己爸爸是这个北阿美，那秀姑兰跟海岸几乎是差不多了那么我所使用的语言呢，我怎么上课呢？就是讲汉语的话呢，我会在学术性解说的时候我都是用汉语。那如果是有一些字词汇的沟通的
或者是例句呢，我是尽量用主语啊。好，先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说明跟报告。第二点呢，我们慢慢进入到语法的东西。我先问大家，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学语法吗？好，有人会说是，有人可能不是，有人不一定。如果我们在部落，像过去我们在没有在学校从事教育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在部落从来没有人学语法，也没有人说你说的不对，头目说的就对了，怎么说就是。但是呢，现在呢，为什么我们要学语法呢？到底什么人要学语法？所以我现在问这个2个问题，你认为哪些人要学语法？那我想，我就自问自说了。要学语法的人大概有几等人。第一个，族语的老师一定要学语法，或者是语言的研究者要学语法。喜欢写文章的人可能要学语法，或是作家可能要学点语法。如果一个作家或者是写文学的人，他可能一直都在部落里面，大概就不需要学语法，他就可以说得很好，写得很好。但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学习族语的这种氛围的话，可能我们没有什么机会呢，全然沉浸在我们的部落社会里面学族语，所以我们就不得不，要把语言学好，我们还是要有语法的补助，我们写出来的东西才会这个正确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一个学生，他每一次参加那个文学创作比赛的时候呢，他投了好几，到处都投，在斜坡文学也投稿，这个在政大这边有一个文学奖，他也投稿，还有这个争取征文的时候，他也投稿，但是后来我看了之后呢，都没有上榜。后来我看了以后，他的中文呢非常的好，但是呢，他的阿美语真的是为什么没有办法投稿？是因为他的中文很好，阿美语不好，所以一直都没有入围。我也很想帮这个人，可是呢，我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不是说我们的中文很好，我按照我的意思去写的话，它就是好文章，可能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下面我们就慢慢进入到我们的重点，请看一下第3个问题啊，为何阿美语叫语法不叫文法？这是汉人给我们的一个定位了啊，就是说，你看英文他们已经是文字了。所以他们英文有英文的文法，那中文也有中文他们有文字。过去呢，我们早期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文字，我们只有语言，所以呢，我们叫阿美语，他没有叫我们阿美文。现在我们开始有文字了，应该也可以说成阿美语文、阿美语文啊。现在呢，在国教院呢，也开始有这个阿美语文这个字的出现啊，慢慢的就会有。所以呢，其实语法就是文法啊。那么在这个语言的氛围里头呢，我们谈到语言，我们一开始学这个语言的时候啊，从语音符号到正音，到拼音，到语词，到句子，到段落、篇章，到书册里面呢，
曾经我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呢，上海学术研讨会的时候呢，有一个校长就说，为什么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不谈起文学？其实他很希望是在学校教文学，可是语言的东西啊，文章的东西是不可以切割的，哪怕你是写了一篇文学的这个作品啊，如果里面的拼音都是错误的话，这个文学的价值就大大的被打折扣了。所以我今天呢，语言里面呢，到底它的对于拼音书写，它的正音很重要，正音这个，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谈到这个书写符号还有正音的问题，所以我不谈。今天看到这个红色这个句子，写语法要学一个民族，不管是英文、中文还是阿美语，谈到语法就是跟句子有关系了。也就是说，前面的东西呢，我虽然单字、语词这些东西都很重要，但是呢，学文法就是要学它的句子啊，句子的结构怎么样才是正确的。所以句子呢，后面虽然是文章，有变成书册，甚至于文献等等啊。所以我们谈到语法或者是文法的时候，是以句子为研究的主轴啊，也研究阿美语的句子，研究英文的句子，研究中文的句子。这个句子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基本单位啊。所以语法的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法就是一种规律啊，它们一种规律性，也是我们生活说话的一个习惯，也是一个呢这个沟通说话写文章的一个规范啊，要这样才是正确的。所以简单的说，它是一个正确的使用方法。因此文法，比如说我们说英文法，什么是英文法？就是英文的正确的使用方法。那么阿美语的语法呢，也就是阿美语的正确的使用方法啊。所以我们要学语法，当然就是要怎么样说，怎么样写，它才是合乎要求，或者是合乎我们在书写或者是表达的时候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啊。在接下来呢，我要开始学语法要学些什么东西这个对于初学的老师们呢，给你们有一个比较初阶的概念啊。但是我的课呢，就是每一次上课呢，都会有不同的东西，所以呢，今天上课呢，要大家拿一点笔，你要支笔出来哈，纸笔一定要记住有一些名称写语法一定有很多专有的名词，没有办法，但是我已经算是把所有专有名词都把它变成一个很通俗、很简单的、容易记的东西所以呢，很多语言学家写的那些专有名词，只要学语法结构呢，他们用英文用什么很多这个很深奥的名称我们这边不会有，但是一听，但是有些就必须要懂的不懂的话，请各位老师立即的发问好，语法要学些什么东西呢？好，会说跟会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比如说，会开车跟会修车有什么差别？我们过去在我们自己的部落里面呢，我们从来没有学过语法所以我们一直在使用这个语言，在部落去使用，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要学语法，从来也没有人说你说的那一句话是不对的，你的语法不对，不会有人告诉你这样。现在回头来问头目说，头目这个为什么用你，为什么用 no， 他也不会告诉你，他就是告诉你说又这样子用。所以
学语法、学语文的语法跟我所举的这个例子呢，会说是一回事啊。我们会说，会不会教很难说了，因为会说就不一定是会教哦。因为很多学生问我说：“老师，为这个句子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那样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够说得清楚啊。”头目也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他会告诉你说这个是正确的啊。所以我们当一个老师，我们过去就是在我们自己的部落里面就是使用这个语言，这个语言的使用者，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要当学校的老师，我们不只要会说，我们还是像去开车一样啊，我们不只是会开车，开车就像会说一样。现在呢，我们不但会说，我们还要会修车子啊。那如果我把老师当作修车的人的话呢，像修车呢，要懂得引擎的结构、电路啊、电瓶啊、这个机件啊、钣金啊、喷漆啦、轮胎等等。如果你的车子有问题的时候，就像学生呢，在学语言的时候，如果有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会问老师：“老师，这个怎么说？”他写文章的时候呢，他的文章有问题，你要懂得把他的文章把它修改成正确的文章。这个时候呢，就好像一个引擎那个什么汽车修理的师傅一样，一看他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我们老师也要有，我们的老师就比如就很像是这个修车的师傅一样，我们要整个车子呢的整个结构呢，包括机件、引擎、钣金这些东西你都要很了解，我们才能够解决每一个学生的问题跟需要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过去呢，一般的人有一种迷思啊，一般的人低估语言的复杂性啊。我们在过去没有去做研究语言的时候呢，我们以为我们会说语言，我们会说这个族语呢，就好像就是全部了。所以我们却忘了，其实语言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简单。所以我用这个就是说，我们低估语言的复杂性。在我们没有进入研究的领域的时候呢，它是平面的，东西都是平面的。但是你进入一个研究的领域的时候呢，你才知道里面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好，比如说我们看到山上下雪的，在最近天气冷，下雪的时候呢，我们只是看到一片雪花，一片雪花就有什么了不起啊？雪就是雪啊。如果在座的老师，如果你要从事研究工作，你拿一片雪花放在显微镜下面去研究去看的时候呢，你才会恍然大悟呢。一看呢，那个雪花一片呢，在显微镜底下一看呢，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在没有研究之前，我们看的是平面的东西，但是我们进入研究了以后，会发现有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层次，是跟我们的过去的经验是不一样的。所以进入研究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所研究的语言也好，标的也好，就会成为我们生活或者生命是在工作，甚至于呢，在专业方面的一个用比较俗气的话，就吃饭的家伙啊。你如果把语言研究出来，研究语言到某一个程度时候呢，这个语言甚至语言的教学就会成为你一份职业，就变成你的吃饭的家伙。
所以呢，在没有研究之前，不会有人请你来去教这个语言。你进入研究了之后呢，就可能有人觉得说你是这个方面的这个专家，所以呢，有人就来请你来帮他解决问题。所以研究的范畴，每一个专业都有它的研究的一个理论啊。那么谈到研究呢，口语化的时代呢，像我们过去口语化的时代是讲求沟通嘛，就说我们两个人对话沟通的时候，你听得懂我说什么，我听得懂你说什么就可以了，讲求沟通、理解跟时效性。我们说话的时候速度很快又很简单，所以口语化的语言是简化很多而且它是非常精简，而且是被省略的有很多东西省略的，只要对方听得懂就好了，这个叫做口语化所以我们过去呢一直都是在口语化的时代。那近20年，大概民国85年前后，我们才开始进入书面化的时代了。但一旦我们进入这个书面化的时代那我们当老师的人就要知道了，书面化的东西讲求的是标准化，不能有错误的是正确性的然后呢是一致性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台湾原住民16个族42个亚群里面呢，都是从口语化的时代，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进入到书面化的时代之后呢，你看我们现在的拼写，不管你看到的书也好，或者是呢注意一乐园教材什么东西，只要是书本里面的东西每一个人的书写都不会完全一样。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原因这个有很多的原因，可能是你不知道这个书写符号要把那个声音要怎么样把这个音对准，要跟它的声音要一样，这个符号你不是很懂也不一定。第二个呢，有可能是耳朵听不清楚，有可能呢他说的不对然后你查写了之后呢，可能是字典也查不到这个标准化的东西是很多原因。我想说将来我们学会会有一个机会呢，会谈到什么这个正音跟拼音书写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在谈这些问题，今天不谈所以它讲究的是标准化、正确性跟一致性所以慢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轴了所以要写的东西写些什么？你要学些什么？一看就是，当然，除了词汇，这个从拼音语词，然后呢句子这些东西，然后句子的各种变化呢就是语法，刚刚有说过，语法就是学句子的各种变化跟正确的使用方法好，我们现在呢开始进入我们今天最主要上的东西了好，这个时候呢，请各位老师看一下什么是语系就是我们今天要上的重点就在这里检视一下下列的汉语，翻译成阿美语合乎翻译成阿美语合乎说话的习惯吗？我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在这个线上OK， 好，请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句子我播上去了。我想念你们，阿美语怎么说？曼哈鲁邦扎，我想念你们。有听得到我声音吗？听得到。我想念你们。听得到。Mauron ko itamuanan。有的是mauron，对不对？有的是mailo了，对不对？mailo了，mailo mauron 比较常用的嘛，OK。
好了，可是啊，这个回答的，因为我们都是老师，我在注意你的那个什么学生啊，你们如果有听学生在说主语的时候啊，尤其是初级、中级的学生叫他这个说的时候呢，会这样写。你看看他的你看看他们的那个说法啊。Kako mailo kamu， 他完全是中文对着译，但是我是谁？他问爸爸妈妈，我是 Kako。mailo 怎么说？想念怎么说？ mailo 了。你们呢？kamu。所以他就想说，我想念你们，他就直接说 Kako mailo kamu。这样的说法呢，你怎么样去纠正你的学生？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学生这样说话的？我常常听到，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句子，我的爸爸的名字叫马让，曼哈努米达古尼，正确的怎么说？ Cimarang ko ngangan ni mama ako. Okay. Cimarang ko ngangan ni mama ako. Cimarang ko ngangan no mama ako. Numa kama ako kay. 好，我听过的学生，我们在教会呢，曾经叫我们的孩子们呢，叫他们演讲比赛。我告诉你，他的是这样子按。我的爸爸总说，马国爱就是我的，马国爱妈妈啊，马国爱妈妈安安马让。现在我们的小孩子，万一是跟你这样子说的时候呢，我们也觉得很好笑。然后应该是一个不对啊，马不对，过来说你啦，什么呢？马乖妈妈啊，你了，我的爸爸，好像也对哈，马乖所以第三个呢，再看一下，等一下我们就，我不知道他的家，我不知道他的家，曼哈诺米达，曼哈诺，正确的怎么说？有没有知道？我不知道他的家怎么翻成曼哈米到邦扎古内。好，有的说马福基拉卡古多罗马宁拉，或者是在卡法纳卡古多罗马宁拉。可是呢，有的小朋友会说成这样的：卡古在卡古，我不知道在马法纳是知道吗？卡古在马法纳。吉拉鲁嘛，我们也是啼笑皆非了。我们的学生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要如何呢去导正他？除非叫他背了以后，他才知道怎么用。所以呢，这个句子呢是不合乎不合乎我们说话的习惯，所以虽然他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嘎古不知道在马法纳知道，他就是伊拉，鲁玛是家等等因为小孩子不知道什么跟什么要连在一起的时候要怎么去表达，所以我们正确的方法是这样。我想念你们，是海岸阿美的。想念就是马伊洛了，秀果然是马乌伦马乌伦嘎哥伊达莫南。可是我们现在的老师呢，很常把一都省略掉了，马乌伦嘎哥达莫南就这样而已。但是正确的语法，书面化的说法是不可以省略，说话可以省略，但是书面化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把原来应该有的，要把它放进去后面会讲到，慢慢会讲到，当主语、宾语这个所有的时候怎么写。所以呢，马伊罗拉卡哥伊达摩南口语的时候是一不见了马伊罗卡哥达摩南，这个就是我们的口语，因为越快越好马乌伦，
也是想念的意思。我们再看第二句，我的爸爸的名字叫马让，吉马让过安安你妈妈努马过，有时候呢可以用努妈妈努马过，这个后面我们才会谈到啊。你妈妈阿哥，你妈妈努马过，阿哥吉马让过安安你妈妈阿哥也是可以，那个是简读法啊。真正的书面的正读法还是努马过啊，妈妈努马过，这是正读法啊。但我们口语说话的时候，并不是说阿过是不对的，是一个说话快速的时候呢，一种表达方式。请马让公安安你妈妈阿过也可以啊。我们再看第三个句子是正确的，尤其是初学的小朋友或者是老师们呢，也可以看看这样的句法。等一下句法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了啊。我不知道他的家，这个是第一种说法，就是说在爱马凡纳不对哈，在爱嘎凡纳嘎过多罗马尼伊拉或是宁拉。那么在爱嘎凡纳这个是有在爱，后面有嘎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字，不知道叫马夫盖了。马夫盖嘎过多罗马尼伊拉也可以，马夫盖嘎过多罗马尼伊拉，在卡法纳嘎过多罗马尼伊拉这个都是可以接受的句子。好，所以我们谈到语法的时候，前面跟这个句子，所以为什么要这样表达方式？你看看后面，我们来看一下。阿美语的语系是固定的吗？好，现在呢，我在谈，这里有一个新的名称叫语系。有没有老师不知道什么叫语系吗？有没有人不知道什么叫做语系？那个语系呢，我讲一个笑话好了哈。如果有一个族人他们说话的时候呢，因为他不太懂中文，但是他常常听到孩子说话的时候呢，他就大概那个字的意思是这样，那他就说了一句中文，就说大下雨今天，你觉得有没有问题？大下雨今天，好像你会觉得说奇怪，他的中文好像怪怪的。但是阿美语那个是阿美语的语系它的次序呢，语言说话的前后次序叫做语系我们是达达阿古欧拉阿尼尼，这是我们的阿美语达达阿古欧拉阿尼尼是阿美语，达达阿是大嘛，欧拉达达下雨是最后是阿尼尼，所以大下雨今天。这个语系呢是阿美族的语系，他把它翻成国语，但是呢，国语不是这样子说，今天下大雨，所以这个语系中文跟阿美语的语系是不同的。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用一个比较俗气的说，我喜欢你，中文呢，我喜欢你。我是主词嘛主语嘛喜欢是个动词嘛你是被喜欢的对象嘛，我们叫做受词嘛。我喜欢你，阿美语可以这样说吗？可不可以说成说Kaku maulah kisu？好像不可以，对不对？好，倒过来，阿美语说。Maulah kaku i tisuanan， Maulah kaku i tisuanan， 我喜欢你。你可以把它翻成中文说喜欢我你，爱我你，那等于就是那个语系中文也听不懂了。爱我你，
跟我爱你，那个次序不一样，这个叫做语系。阿美族的语系，一般的叙述都是动词在前面嘛，谓语在前面。Maulah kaku i disuanan 是爱在前面 ，kaku 是我 ，disuanan 是你，但是不可以把它放成爱我你。那中国人就听不懂了，怎么叫爱我你了？所以这个语系是每一个语言的语系是不一样的。阿美语的语系跟中文的语系跟日文的语系都不太一样。好，我们先看一下语系是固定的吗？请看这个句子。你看，首先呢，语系要看是一般的叙述，还是要看焦点的句法。请看下面的一般叙述哈。我们现在谈语系，它有不同的东西啊。请看这里慢慢进入到比较学术性的东西啊。一般的叙述句就是评述句，叫做陈述句啊。叙述就一般的叙述，没有特殊的状况，就是一般陈述句，或者是评述句，或者是呢叙述句、评述句，都是一样的名称哈。那焦点句法，等一下我再说明啊。这个什么叫一般的叙述？就一般说，没有特殊意义，或是没有特殊的强调，我们都叫做一般叙述句，或叫做陈述句。有的人也叫做评述句啊，平常的平啊。好，请看下面的句子。一般叙述句，请大家翻一下。爸爸抓猪怎么说？爸爸抓猪，自己的爸爸呢？你们知道怎么翻译吗？爸爸抓猪。这边没有阿姑哦，没有我的爸爸，这是爸爸抓猪。OK， 好，请看这里开始有一些名称哈。Milper 鸡妈妈杜发会。好，我先问大家 ，Milper 古妈妈杜发会跟 Milper 鸡妈妈杜发会有什么不一样？Milper 古妈妈杜发会 ，Aro sakuawa， 爸爸抓住孩子呢，就坐在那里。记得这个以后会慢慢谈到什么时候是鸡，什么姑。Milper 古妈妈杜发会也有人讲啊。但是这里呢，自己的爸爸妈妈的时候是鸡妈妈啊，自己的人就是鸡妈妈。所以说，爸爸抓住说我们是兄弟姐妹的时候，爸爸就是鸡妈妈，没有说比如说我问你，达拉做鸡妈妈，说爸爸到哪里去了？自己的兄弟在讲话的时候是自己的爸爸叫达拉做鸡妈妈，还有谁？就是那么一个爸爸。好，你不可以跟你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说达拉做姑妈妈，就不通了。所以姑跟鸡，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有什么样的差别吗？所以这个语法里面会谈像这类的很细微的东西呢，都会讲。所以我在这里先，因为这个不是我今天重点哈，就是说鸡妈妈是自己的父母亲、自己的爸爸、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姐姐都会要用鸡这个字啊。Milper 鸡妈妈都发会说爸爸去抓猪这样子，是通常都跟自己的人在这个沟通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句法啊。好，这里面的 Milper 是谓语啊，大家现在 Milper 是一个动作嘛，所以呢我们叫谓语。谓语呢，现在它的谓语是它的种类很多，其实现在它是个动词，所以我加一个动词，用 V 是个动词。记得谓语呢是 predicate， 英文叫 predicate 是一个用 P 这个字来表示它是谓语。谓语是指叙述的
语言哈，就叙述语叫做叙述语、陈述语叫做这个述语，都叫做谓语啊。所以叙述语也就是谓语。现在呢，叙述语现在它是个动词，所以我要加括弧。补充一句，谓语不一定是动词啊，你等下就看到了啊。鸡妈妈是个主语，是个主词啊。被抓的是什么呢？是猪。猪我们就 O 就 object 就是宾语，宾语也就是受词。好，它是动词，主语就是主词，宾语就是受词啊。好，现在是爸爸抓猪，但是我们的语气是抓爸爸猪，对不对？抓爸爸猪爸爸抓猪，但是动词都会在前面，这个是我们的习惯。好，现在呢再加一句，如果加地点要放在哪里？刚才的句子，爸爸抓猪加上ilodok在山上抓猪，要放在哪里？当然，最后面，后面可不可以在前面？好，好像可以呢，可以又好像不可以呢。好，没有关系。我们先看一般的叙述句，爸爸在山上抓猪，所以应该说 Milabel 及妈妈都发挥ilodok， 对不对？可以放在这样子后面，对不对？等一下你就看看又有不一样的变化了啊。可以放到前面会是怎么样？好，现在呢，我们还在那个一般的叙述句里面，所以呢，这个 Milabel 及妈妈都发挥 ilodok 是爸爸在山上抓猪。好，这个中文就跟我们的翻译次序不一样哦，这个语系不一样哦，语系就稍微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哦，这个语系不一样，但是说话的次序排列的次序不同啊。好，再看一个再看下面呢，这个一样是动词、主词、受词，像 ilodok 我们叫什么这个是地点，对不对？好，地点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地方副词，等一下就会出现啊。好，我们再看，如果我们再加时间，昨晚，isasaya要放在哪里？最后面，还是可以放在后面，对不对？可不可以放在前面？好，请看，可以的，放在前面了。直接放前面吗？直接放前面有没有其他的变化？好，等一下我们再研究哈。来，我看看，先一般评述句。昨晚，你看看中文是昨晚爸爸在山上抓猪，但是很奇怪，你看看汉文的语系呢，爸爸在山上抓猪，昨天。你这样讲，人家那个中国人会还说奇怪，你这个语序怎么怪怪的？那我们阿美语呢，比较一下看看。我们这个语系呢，昨晚爸爸在山上抓猪，中文通常会把时间呢，或者是放在爸爸的后面。爸爸昨晚在山上抓猪，绝对他不会放在后面。爸爸在山上抓猪，昨晚。这个中国人会觉得说，你的语系好像不太对，听得懂，但是呢不正确。如果参加文学创作中文写这样的话，那个中文是不会通过的了。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参加呢原住民的文学奖的话呢，你的语系呢如果不正确呢，人家看的时候也会有觉得很奇怪的感觉啊。但是呢，我们的一般的叙述句呢 ，Milabel 及妈妈都发挥 ilodok isasaya， 这个 OK 了，没有问题。所以呢，谓语在最前面，过来是主语，过来是宾语，就是受词，后来地方副词跟时间副词。我问大家 ，ilodok 跟 isasaya 可不可以对调？好，我们会讲习惯性但是我们的习惯
先地点再时间，所以这个是标准的一般系数句的排列了。Mirabel Cimama Tufafoi Ilotok Itataya， 这个就是标准的阿美语的语序啊，语言说话的次序是这样。这个叫做平数句啊，就是一般的系数句。那我有时候呢，我会用 adverb，adverb 就是副词 ，p 就是 place 就是地点啊 ，adverb t 就是时间 time 啊。所以呢，我现在多两遍都写，以后呢就可能你看的时候呢就会知道这个字啊。谓语主语过来呢受词宾语就是受词过来，地方副词过来，时间副词，这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用法。好，现在呢系数句的主语及妈妈的位置是固定的，你看看刚才回答啊，这个我们看起来是固定，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般的系数句啊，妈妈的位置还可以在那里。但是我现在再回头再问你的是，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句，系数句的主词及妈妈的位置是固定的吗？这个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去注意这样的问题？各位老师，你们看一下，系数句的主语就是主词嘛，主语就是主词的位置是固定的吗？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昨晚爸爸在山上抓猪。好，我们看下一句。我们刚刚是不是这样写？来，可不可以几位老师可以开你的麦克风，我们念一下看看通不通顺啊？来，念一下一般的系数句，请。好，我们都是这样子说嘛。记得现在呢，它开始变化了。我问你下一句，你们念念看，再念一次看看。通不通？可以吗？Mirabel tu fa foi mama ilo toki tataya 通不通？通，对不对？哎，奇怪，现在它会有一点变化咯。它可以在这里，它也可以在这里。等一下，我让你找一个位置啊。好，我们再看这个通不通？再念一遍，请。有的人还发音不太标准哈。Mirabel tu fa foi。Mirabel tu fa foi。Ilo tok si mama itataya， 是不是可以？有没有认为这个是不可以的？有没有人认为这一个句子是不通的 ？Mirabel tu fa foi ilo tok si mama itataya。对，可以。通不通？通，对不对？好，再看下一句来，请再念一遍，请。Mirabel tu fa foi ilo tok itataya Cimama。好 ，Mirabel tu fa foi ilo tok itataya Cimama。Mirabel tu fa foi ilo tok itataya Cimama， 通不通？通。所以现在呢，让你们学到一样的东西，就是说阿美语的语系里面，主语主词有很多很多的位置，你要看看有多少个东西在里面。在这里目前是一般系数，有主词、有动词、有受词、有地方副词、有时间副词，但是妈妈这个字不是打死定在这个地方的，它会有这么多种不同的位置。所以呢，你看 Mirabel Cimama tu fa foi ilo tok itataya 也通 ，Mirabel tu fa foi Cimama ilo tok itataya 还是通 ，Mirabel tu fa foi ilo tok Cimama itataya 还是很通 ，Mirabel tu fa foi ilo tok itataya Cimama 也是通。OK， 可见阿美语的主语是可以跑来跑去的。外国人、汉人都抓不住我们的主词，
所以呢，他们的语感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很清楚这个句子都是标准正确的句子啊。先我们我问大家，我问大家哈，Milber 及妈妈都我现在说 Milber， 然后呢都及妈妈发挥一路都一路大家，可不可以放在都的后面？不行，不行，对不对？那我现在说，我放在一的后面看看 ，Milber 都发挥一及妈妈罗多给大家，可不可以？不可以，不行，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告诉我。没有想过是不是？好，记得哈，因为呢，我们的阿美语啊，阿美，请记得这一句话，阿美语是有标记的语言。记得标记，我问他一下哈，记这个叫做人名标记，放在人的前面。都叫做受格标记，放在名词的前面。一这个字是地方副词，叫做方位标记，放在罗多的前面。还有伊塔达亚，就是这个也是时间副词的时间标记。我们不可以放在标记的后面，它一定是一个标记跟后面的名词是一个词串，不可以把它拆开来。这样了解吗？不可以拆开来，只有动词是没有标记的哈。所以呢，都发挥一路都一路带，所以呢，都发挥这是一个词串，我们叫做词组，不可以拆到里面去。一路都也是不可以。所以呢，这里分为有几个，我们英文喜欢讲片语啊，就是这个有标记再加名词，标记再加名词，标记加名词，这个是不可以分开的。你可以放在这个词组跟词组之间，所以你看看我放的位置是这个动词跟受词中间可以。这边呢是第三句是地方副词跟时间副词中间，后面呢就都放到最后，那也是在一个词组的后面，所以不可以随便插入，但是要插在哪一个位置，一定有它的规范，这个就是一种规范啊。好，我们再看一个句子啊。好，现在呢又开始慢慢进入比较变化比较大一点的哈。一般的叙述句，谓语加上主语，这个就是我们的基本的语系啊，一定谓语在前面啊，它不一定是动词哦，现在是动词嘛。我现在用这个紫色的是谓语，所以呢 ，Milber 及妈妈都发挥一路都给大家，这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句子啊。妈妈可以在这里，妈妈也有没有画到一条线？有没有看到？妈妈这个妈妈呢，可以放在这里，也可以放在这个线的中间，也可以放在这个一路都的中间，伊拉拉的后面都可以。所以那个我们这个每画一条线呢。就是主词、受词有受词的标记，地方副词的标记，还有这个都是一个词串啊，一个词串不可以随便拆开来啊。我们再看下一句。那我们刚刚看完这个，刚刚所讲的就是平述句，也就是一般叙述句啊。现在。第二个呢，我要谈的是焦点的句法。刚才是一般的叙述句的句法，现在是焦点的句法。焦点句法就变化很多哈，稍微我现在是8点，所以我看一下我们的时间哈。好，谢谢。我们休息几分钟哈，10分钟好不好？好，可以。好，10分钟休息一下。好，后面的变化要开始要做笔记哈。好，焦点句法跟一般的叙述句不太一样。焦点句法就是强调的表达方式啊。
强调某一个资讯，那怎么去做表达呢？英文有英文的强势句的表达方式，我们阿美语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主要是焦点句法的问题在于沟通的时候啊，本来有一个叙述句，可是你如果没有听清楚其中的某一个部分，你就会问说那个是怎么样的时候，所以他就会询问的人就会问句子中的某一个讯息。他用这样的一个问句呢，回应的是要用完整句或是简答两种方式来回答询问者的问题。所以询问者用什么样的句法，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同时呢，也是要用这样的句法来回答。请看下面一句啊，焦点句法现在是主词在前面，你看啊，第一句。Jima ko mila palai tu fafoi ilotok itataya， 现在是用问句啊，它也是一个叙述句啊。Jima ko mila palai tu fafoi ilotok itataya， 昨天晚上在山上抓猪的人是谁？他现在问的是谁？问的是主语嘛？问的是主词，所以你回答的时候呢？Jimama ko mila palai tu fafoi ilotok itataya， milper 这个字已经变成主词了，不是原来的谓语的 milper。Jimama ko mila palai 是抓住的人是爸爸，这两边要相对应。抓住的人是爸爸。好，你也可以用简答的方式回答说 Jimama， 就这样子。因为问的是你的句子里面的主词，所以他会有这样的回答。我再念一遍 Jima ko mila palai tu fafoi ilotok itataya， Jimama ko mila palai tu fafoi ilotok itataya， 这是完整句，你可以用简答 Jimama。 OK， 这个句子是我们很平常问到的啊。好，我们再看下一句。来，大家念一下，开麦克风来，第一个句子来试试看，请。Umaan ko nilabulan ni mama ilotok itataya。 这个是问句，焦点句法是焦点，问的是他要问，我听不懂刚刚的叙述，可是我要问的时候没有问，可能没有听楚是到底是谁，是问的宾语是他做的是什么哈，所以 Umaan ko nilabulan ni mama ilotok itataya。 你可以用完整句回答说 Ufafoi ko nilabulan ni mama ilotok itataya。 昨天他抓的是猪。我问大家，这样的回答可不可以啊？通不通？这样的回答通不通？我们可以你妈妈ilotok itataya Ufafoi， 简单的简答是 Ufafoi。 完整的回答是这样，可是现在的主词呢，不是Jimama呢，主词是谁？你看一下 ，Ufafoi ko nilabulan， 你妈妈，Jimama会变你妈妈，爸爸，如果用中文的方式来说，爸爸的抓，爸爸被爸爸抓的动物是猪，就变成这样，所以这个又是第二种句法啊。你看这样的句法可以这样回答，所以这个时候呢，谓语呢，本来我们在叙述句的谓语不是动词吗？现在的谓语变成Ufafoi，有没有？现在主词呢，主语呢就变成nilabulan， 被抓的。好，这个就是焦点句法比较特别的啊。我们再看第三个句子。来，请大家再念第三个问句，请。Ijua Jimama fafoi itataya。 昨天晚上爸爸在哪里抓猪啊？那你回答呢？简单回答说 ilotok 就可以了，对不对？
但是呢，完整回答呢 ，Ilotok Cimama ambil bertufafui ilataya。爸爸昨晚是在山上抓猪哦，这样子。好，我们再看下面一句。我们时间不多，速度要稍微更快一点啊。刚才有老师说太快，你可能可以再看一下那个录影哈，可能再看一次就会比较更清楚啊。焦点句法，现在我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我现在问的是时间，几乎每一个都被我问了。你看啊，来大家再问一下第一句，你念念看，请。Ihajua Cimama ambil bertufafui ilotok. Ihajua Cimama ambil bertufafui ilotok。爸爸在山上抓猪是什么时候的？是什么时间的？你回答呢，可以说成说 Ila saya Cimama ambil bertufafui ilotok。这个句子，同样的句子，它里面有很多变化了，时间跑到前面来了。但是 milber 这个字前面有 a 了 r 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是句法。如果你懂得这些语法的话，那你就倒过来讲，倒过来这样说那样说，怎么说都会通。为什么呢？但是一定要有那个句法的一些规范在里面。好，再看一下，那比较一下。第一个比较是，本来这是一个一般的系数句，你看一下哈，来大家念一下看看系数句啊，这个时候让你有点感觉来。一般系数句念遍，请。OK， 这个叫做谓语是动词在前面的时候，我们都是叫做一般的系数句啊。谈到动词的时候是一定在谓语在前面，动词在前面的时候，一般系数句。你看看同样句子哦，你看看它变成，我问大家哈 ，milber 是不是谓语？啊，主词是妈妈，对不对？请妈妈，对不对？对。现在呢，谓语是哪一个字了？谓语变成红色的是谓语，都是在句子的最前端哈。谓语再讲一遍，谓语一定是在句子的最前面。谓语，那你这个表达方式跟上面的表达方式意思是不一样的。我细数一件事情，说爸爸昨天晚上在山上抓猪啊。下面呢，这个句子，昨晚在山上抓住的是爸爸，意思有没有一样？强调的位置是不是不一样？所以呢，请妈妈过 milber tufafui ilotok ilataya。原来的请妈妈是主词，现在变成 milber。有没有发现这两个差异？milber 是谓语，它现在请妈妈变成它的谓语。因为这两个位置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他跑到前面当强势句的时候，他的主词会变 milber。所以这两个呢，如果你不是对阿美很熟的话，你的语感还没有到那里的时候，你会头痛。我说奇怪，怎么会变这样呢？其妈妈 milber， 奇怪，为什么会变成 milber？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字呢？那当然后面还有很多课程要上啊，这个叫做不定代名词啊，所以不定代名词当着主语了啊。好，请妈妈 milber tufafui ilotok ilataya。昨天在山上抓住的是爸爸，不是哥哥，也不是隔壁的那一个啊，也不是我，是爸爸，强调的是爸爸啊。第三句来再念一遍，请。这个也是这个也是标准的句子，但是呢，这个句子又跟它不一样。milber 是抓猪的人 ，milber 是被抓的动物，对不对？被抓的动物是猪啊。昨天爸爸在山上抓的是猪，跟上面的句法是意思是不一样的句子。同样的句子呢，它这样子变化之后呢，
它有特殊强调的一个讯息啊，他想要问的是什么啊？因为现在这个第3句是因为他问的是猪嘛，他到底是爸爸在山上抓的是什么？所以强势的地方是不同啊。然后最后呢，还有2句，来再念一下第4句，请。Ilotok Ilotok Mama Milper tu Babuy Idadaya。所以爸爸呢，昨天晚上是在山上抓猪，不是在野外哦，也不是在河边抓哦，是在山上抓哦。强调的是在山上，不是在野外啊。好，最后一句来，请再念一遍，请。Idadaya si Mama Milper tu Babuy Ilotok。好，在这个爸爸在山上抓猪的时间是昨天晚上哦。爸爸是昨晚在山上抓猪的哦，不是前天哦，也不是清晨哦，是昨天晚上抓哦。什么时候抓的？如果是警察问你说，你爸爸昨天是什么时候抓的？不知道呢。后来就是爸爸是昨天晚上在山上抓猪的了。那个时间是你所要强调的。万一法官要问你的时候，那个是要正确时间告诉我。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强势时间。所以呢，直接把这个以色列调到前面的时候，不是直接调到前面就好。你看一下凭数句哈，一般数据。Milper 妈妈读方贝多一大切，以色列调到前面去来，就是等于这个句子之后呢，后面不是没有变化，它有变化哦。那个 A 哪里来的？这个叫做阿美语的语法里面，以色列妈妈 Milper 读方贝多，为什么会跑出一个 R 出来呢？这2个呢，为什么会变 Milper 跟 Milper 呢？因为位移改变了。位移改变了，整个句子的结构也会改变，这个叫做阿美语的句法，基本的句法啊，不是死板的，它就是永远就是这个句子，不是的，不是永远都是 Milper 妈妈都发发一路都跟拉拉样。好，我们现在呢已经看出来，这个句子所强调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哈，不一样的东西。好，我们再看，现在又开始，现在下面的第2个比较呢，这个部分呢，初阶的老师，你可以不回答。现在开始要挑战那个已经很会讲阿美语的老师们，我们来看看我们过去的经验跟现在学语法的经验，什么地方会有一些差异啊？同时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句子跟这个句子有什么差别。刚刚我们这个比较2这个句子是最后一句，有没有看到？Itadaya Jimama Amilper to Favoi Ilotok， 我把这个，因为每个句都有可以改变的，把这个拉出来啊，把最后一句拉出来啊，拉出来。我念一遍 Itadaya Jimama Amilper to Favoi Ilotok， 你看看这个句子数跟前面是不是一样？ Itadaya Jimama Amilper to Favoi Ilotok， 是不是一样？好 Itadaya Jimama Amilper to Favoi Ilotok。是刚才的那个句子，这个比较呢是另外一个阶段、另外一个阶层的比较，请看一下，还是念一下啦，让你念一下有感觉，下面就会不一样了。大家再念一遍，一般的那个第一个强势句哈，就是强调这个你的来样，请。Idadaya si Mama Milper tu Babuy Ilotok。好，再看下一句。好，第2句。Idadaya Milper si Mama tu Babuy Ilotok。我问大家有什么差别？一样吗？
不一样。好，让你们知道这个有没有一样。第一个句子呢是强势句，第二个句子不是强势句，因为 Milber 及妈妈，你看看 Milber 又回头到刚刚我们所谓的位移在前面，主词还是妈妈，对不对？这个又回头了，但是呢，为什么这个两个句子会差别？差别在哪里？有没有发现？还没有老师发现吗？有。有没有发现这两个句子有什么差别？你看，伊的大家伊米了伯吉妈妈都放一罗多，我念给你听。早上呢，爸爸在山上抓猪，这个也是平述句，上面是强势句，这叫平述句。再看下一句，来再念第三句，来念看，预备，请。Ilafak Ilafak i Milbatu Mama tu. 好，第四句再念一遍。什么意思？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全部一起用午餐，对不对？好，再看最后一句，请。Ihoni maatang kami mamulong taluan。 OK， 好的。你有没有发现第一句跟2、3、4、5句有什么差别？就多了一个逗点而已嘛，对不对？是不是差那么多？所以一个逗点，所以为什么逗点差那么多？整个你看看啊，第一个句子是那个什么焦点句子啊，句法，这个焦点句法后面呢不是焦点句法是一个连续叙述法，我们叫做并列叙述法。并列就是说，你看啊，伊拉发好诶，你看伊拉来好，伊拉来呀诶，米勒伯吉妈妈都发挥了多，先抓住嘛，伊拉发诶，米把捉吉妈妈都发挥，把抓的住以后呢，就找。Jika lah hokan ni, mapolong kami amalah吃午餐呢，我们就全部一起吃午餐嘛。以后呢，刚刚呢，我们都在达罗安那边，大家一起欢乐嘛。好，第一句跟第二句很像，对不对？第一句跟第二句看起来很像，其实不一样，因为有这个逗点，整个句子都不一样了。有没有发现？第一句是焦点句法，爸爸是昨天晚上抓猪的哦，这是一个焦点句法。这里呢，早上呢，爸爸抓猪；今天早晨呢，爸爸杀猪；中午呢，我们就一起吃饭；刚刚呢，我们就一起在那边欢乐。这个是时间呢，把它并列叙述。就是昨晚干嘛？早上做什么？中午干嘛？刚刚呢，我们做什么？所以这个时间副词是独立的，我们叫的独立的副词调到前面去，那后面都是谓语动词，吉妈妈、米巴做吉妈妈、马波隆甘米，就是谓语跟主语谓都一样，可以跟那个一般的叙述一样，所以我们这个叫做并列叙述法，它要用时间，什么时间做什么，时间什么做什么，时间什么时间就早上做什么，早晨昨晚嘛，昨晚做什么，早晨做什么，中午做什么，刚刚我们又做了什么，所以呢，这个句法都不会一样，因为主要的是让你们知道第一句跟第二句差别在哪里？没有看到这个逗点吗？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差异。所以呢，逗点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常常看到人家的文章呢，你没有那个该有逗点的时候，你没有把它加逗点呢，就很奇怪了。
因为我不晓得你是强势句还是叙述句，不知道啊。所以呢，这个阿美语的语法呢是有很多很多东西是隐藏在里面的，我们都会说，我们说话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呢，在文章表达我看不到你的脸，我也不到没有情境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用文章来全然的把它表现出来，才有办法了解你真正的意涵哈。好的，我们跳过去了哈。所以呢，只差一个逗点就有这么大的差异。好，第一句叫做焦点句法，第二句到第五句是叫并列叙述法，或是叫做联系叙述法啊，这个就是刚刚所谈的那个。好，现在又有另外一个了啊。我们现在呢就稍微做一点实务的练习啊。好。一般叙述句，先把这两个句子我们来做一般叙述句。有没有哪位老师愿意第一句看谁愿意来那个翻译看看哈？妈妈每天在河边洗衣服，怎么说哈？米法扎吉那伊里亚是吗？在河边洗衣服啊，不错啊，但是这个。不是伊比亚的，是河边。伊阿洛。阿洛。每天呢？罗米阿。啊，每天叫做。每天叫做。我看你的时间副词用对不对？每天怎么说？不是，你要有时间副词。你要有时间副词。每天怎么说？罗米阿早上，罗米阿米亚是每天没有错。哎，奇怪，我的声音为什么会有回音啊？因为开麦克风。谁的麦克风关一下可以吗？谢谢啊。那个妈妈每天在河边洗衣服，你时间还没用对哈。妈妈每天在河边洗衣服，妈妈，这里面的句子的主词在哪里？是不是妈妈对不对？妈妈干嘛？她的谓语在哪里？谓语就是洗衣服嘛，米发扎啊，米发扎那是谓语对不对？洗的东西是衣服嘛，服对还是里过都可以嘛啊。所以这个句子呢，我们可以说成说米发扎伊娜多雷过，然后呢，先讲地点。阿鲁，好，每天早上呢？答对了，就是都这个字。因为哈，都跟一跟阿努，比如说都拉萨亚。多罗米亚、杜萨萨亚跟伊萨萨亚、安努萨萨亚有什么差别？那个都怎么用？比如说萨萨亚这个字，伊萨萨亚是昨天晚上，安努萨萨亚是明天晚上，都萨萨亚、都萨萨亚萨亚，就是日常生活的每天晚上是要用都。所以呢，每天都用都罗米阿米阿这样子所以这个句子呢，米发扎吉伊娜多雷过伊阿罗多罗米阿米阿妈妈每天早上都在河边洗衣服，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般叙述句这个地方我稍待一下，我把它写上去好，好，我还是写一下，不然有些老同学说，比如说米发扎伊娜都用是副对，或者是 rico 伊。
个要用 Times Newman 才有办法会回到那个比较那个 Times Newman 哪里去了？好。要用多哈，表示日常生活的多。罗米阿米阿斯，怎么那么慢哈？这个阿美语的这个好，这个多要记得哈，这个多是时间加多是那个例行性的时间哈。这个米发扎，奇怪，为什么是那么不听话的这个那个？好，好像太挤了哈。米发扎，吉纳多福多多雷哥以阿罗多罗梅梅尔。好，我们再看，好，怎么会不见了？好，有看到了哈。好，这样看到了吗？好，米发扎吉那多利过伊阿罗多罗米曼，它这个句子呢，有没有老师愿意来分享你的那个爸爸的脚踏车被马上借去了？怎么说？妈什么？早六你马让过，吉丁下你妈妈。你马让过。吉丁下。啊，吉丁下。是。吉丁下。吉丁下。你妈妈。你妈妈。好。我们马萨六你马上过吉丁下你妈妈，或是巴黎汀你妈妈都可以啊。吉丁好，所有好，这两个呢？哎，对不起，好，哪里去？好，这两个呢，我们先注意一下哈。上面这个句子跟下面这个句子有一点有挑战性，不太一样哈。好，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句子，刚好跟刚刚我们学过的那个部分比较接近哈。下面这个是它有被动的动词，有没有？这个是咪动词，这是妈动词。马扎溜被借，什么东西被借呢？脚踏车被借嘛，对不对？马扎溜你马让，所以爸爸的脚踏车被马让借去了。OK， 好的。现在呢，我们刚刚把这个句子呢。好，我们把刚刚的这个句子呢，我们调到这里来，我们调到后面来。好，这个呢，焦点的句法，好，我把它重打，然后呢？奇怪，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在这里处理好像不是很顺遂。好，卡达，我们这样暂时这样好了哈。好，这是一般的句法。好，可不可以大家来试试看呢？我还是要用一个字了，不要弄太多，用 record 好了，我用那个海岸的阿美语哈。好，这个呢，把它变成焦点句法。那现在呢，焦点说是妈妈，是妈妈，这样好了，问句啊，如果把它焦点句法先用问句，问句跟回答是一样的，焦点问句。是妈妈呢，要怎么说？昨天在河边洗衣服的是谁？怎么说？
鸡妈，鸡妈。过来呢？锅米发炸爱，锅米发炸爱，多里多利贵，多利锅。然后呢？对，一阿肉，哈喽，多多鲁米阿米阿斯，米阿米阿斯。然后这个可以用焦点句，问句也是一样的回答了哈。你会问就表示要会答啊。那你回答的时候呢，吉玛，那你回答就是当然是吉娜，对不对？吉玛公米发在多的国伊阿罗多了没没阿斯。你回答是把这个你因为你问的焦点是吉娜，所以呢，吉娜公米发在多的国伊阿罗多了没没阿斯。你现在呢，你焦点的问句用过的我就把它变红哈，用过的是变红，然后呢，来现在问题，现在第二个句法问的是洗什么东西，这个好，妈妈在河边每天洗的是什么？怎么说？ umaangko mi bacaan. Maan ko ni 变成你发展对了，你发展然后呢？你那变成你那对不对？阿洛都罗米阿，我们就不写了啊，都罗米啊，后面是问句，对不对？好，还有没有第二个名词了？好，我们问地点可不可以？把它用，我没有听清楚，他在哪里洗衣服怎么办呢？用地点当焦点句法会不会？可以。用哪一个？一抓几呢？米发抓，你呢？米发呢？对了，这个很重要。为什么以后后面的那个练习会都会教你什么叫做为什么要加我现在只给你一个名称叫做联动用法啊。联动用法。联动用法以后再讲啊，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然后呢？米发炸，不离贵。离过，还有问的，杜鲁米阿米阿，鲁米阿米阿，好，直接这样子啊。好，最后一个是问时间呢，要怎么办？这个比较难一点。伊哈朱啊，吉呢？好，哈朱啊，吉呢？你如果说更清楚是 no rumi at， 伊哈抓 no rumi at 可以加，但是我们用伊哈抓什么？伊那，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后面都一样，跟那个后面的情况是一样的。伊哈抓 no rumi at 就白天的什么时候你不要这个也可以，你不要这个。以哈抓什么时候？这个不要也 OK 了这个以哈抓吉那以哈抓多利哥阿罗也就可以了所以这个部分呢比较容易所以这个已经变成焦点句法的用法，所以除了动词以外呢，像主词、受词、地方副词跟时间副词都可以把它放到前面来，都没有逗点没有逗点不是跟刚才的那个并列系数不一样。好，现在有一点点挑战的问题来了。好，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好，现在请看这里焦点句法问句因为时间不是很多爸爸的脚踏车被马上借去了。脚踏车我们有的是叫巴利汀，我可能刚刚几丁下巴利汀、巴迪盖尔有没有很多种有的是古力旧
巴迪嘎、古雷鸠、巴里丁，这个因为过去没有什么车，只有脚踏车上，做了个巴里丁阿哥。实际上巴里丁就是只要是车子啊，火车也叫巴里丁，这个自己的开的那个4轮的车也叫巴里丁啊，咖喱人、巴里丁啊都可以。好，爸爸的脚踏车被借去了，用问句有没有哪一位老师可以想这个分享一下？你可以用哪一个把它当做那个什么焦点句法？因为如果你听不清楚，爸爸说脚踏车被把它借去了，然后你哪一个句子没听楚？Lima apalitin ko matsaliway ni marang. OK， 很好。Lima apalitin ko matsaliway ni marang， 记一下哈。刚刚啊，那个理事长我听到，还有没有别的？啊，因为时间不多哈，所以我就直接你先看看了。你这样的句法里面哈，不是只有一个翻译啊，请看看这个问句哈。来，第一个，这样可不你看这是马扎里奥你马兰古巴里汀你妈妈啊，我现在假的是我写成巴里汀了。我刚刚我应该用古里旧也好啊，我们就是巴里汀好了哈。马扎里奥你马兰古巴里汀你妈妈，这是一般的叙述句。好，再看下面呢，这个句法也很多种。第二个，你看看，这样可以吗？你们念念看来。Umaan ko mazaliwan ni marang. Umaan ko mazaliwan ni marang. Cinta. Upaliting你妈妈，对不对？是不是？好，再看下一句。这个呢，你看呢，这个句子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问，你不要以为是好像只有一个哈。爸爸的脚踏车被马浪借去，这个是比较高级的阿美语了哈。那个比较基础，你暂时不太会没有关系哈。如果你愿意去学也可以，就是我对那个中高级以上的高级的老师们给他们一个挑战啊。还有没有别的问句？你看一下这个句子可以不可以来？起码我们家里外都巴里令你妈妈。起码我们家里外都巴里令你妈妈也是一种哈。你看这个可不可以？米扎里外是变成咪的用法了哈，但是呢，我们现在是马扎六的哈。来，马扎六你妈有没有？马扎六你妈古巴里令你妈妈。好，爸爸的车子被谁借去了？有没有这个问句是其中？那你说马扎六你妈让古巴里令你妈妈，还是这个回答，对不对？马扎六你妈有没有这样的问句呢？有嘛，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阿美语的表达方式啊。再看下一句，因为我们时间了，问大家我可能会讲不完哈。再看看这个，来大家念念看呢。我妈安你妈妈，我马扎里外你马让。爸爸有很多东西被马让借去的是什么啦？啊，这样子了哈。我妈安你妈妈，我马扎里外你马让。我摆手的，我巴里亮的，我大木红的，我国做，不知道。我妈安你妈妈，我马扎里外你马让，是不是也可以问句？你也可以，你看这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有很多问句可以问，所以你要懂得这里面怎么问。然后呢，他前面的谓语，你看，我妈安你妈妈是变成谓语，你看谓语是我妈安过马扎里外你马让，你妈妈还可以。谓语是个名词，所以还可以加上你爸爸的什么东西被马让借去了。好，再看一个来，再念念看，请。巴里汀马扎里外你妈妈。巴里汀你妈古马扎里外你马让。马让借的是谁的车？是妈妈的、哥哥的，还是姐姐的，还是我的？到底被他借的是谁的？好，你可以回答说：“我巴里令你妈妈，你姨妈，妈哥，不知道。”所以呢，这里呢，这个句法，这个句子里面，这个也可以变成焦点句法，因为他问的是谁的车子啊。最后一个来试试看，来更奇怪的问法呢，来念念看呢。
Macariw ni marang kumaan.你看了我们发答案这边，不晓得东韩跟北阿美这边有没有？马扎六你马让古马安，什么意思啊？什么东西被马让借去了？他因为一串字他不懂嘛，他就马扎六你马，我只知道被马让借去的是什么东西啊？后面谁的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是谁的我不知道，他就用简单的问说马扎六你马让古马安，这个也是个问句，因此这个都是这个句子呢。如果你看我们有各种不同角度的问法，但是我们都可以用这一句子，都是用这个句子来回答，或者是用简答的方式。用简单，你说我现在用简答了哈，简单一点。Umaangko macaliway ni marang upaliting ni mama。第二个 macaliw ni ma upaliting ni mama macaliw marang。第三 umaan ni mama ko macaliway ni marang。妈妈有爸爸有那么多东西，他被马让借去的是什么？upaliting ni mama。过来呢 upaliting ni ma ko macaliway ni marang， 到底是谁的车被他借去了？你还是这个答案。Paliting ni mama， Macali ni marang kumaan， 什么东西被马让借去了？ Paliting ni mama， 还是 paliting ni mama， 对不对？可是你看有那么多问句，你会不会问这些句子，就看你的句法、你的语法的功能好不好？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去问，所以你如果每一个地方你都有办法问的话，表示说你对阿美语的语法跟句法的运用呢，已经变成已经随身所欲的那种功能了。所以一个句子呢有很多那个焦点句，所以这个我们都是有这样问过啊。你看看像每一个句子问过之后呢，马扎利你马让古马安呢，马扎利你马古马安，这个也都是我们是日常生活里面可以问的句子。所以我们如果懂得句法的各种变化运用的时候呢，表示说我们对这个语文就已经算是已经到了比较纯熟的一个能力了啊，就是不管是评述句也好，焦点句，所以那个焦点句法是很特别的。一般的这个书本里面很少看到这样的一个变化。只有我们阿美族，我这样一问你们就懂，就表示说那个是阿美族每天生活用的习惯。可是我们知道怎么用，可是它是怎么用、怎么变，我们就还没有到那个对语法过去就比较陌生，所以呢，我们就会也不知道要怎么去问他哈。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赶快讲完，然后呢，我跟大家一点点分享，然后我的速度，等一下我们再稍微讨论一下哈。我马上做一点结论哈，因为时间不多哈。我的结语是这样的啊，族语家庭已经被解构。什么叫解构？就是已经解体了啦。就是说，以前我们知道家庭是学族语最好的一个摇篮，可是现在呢，家庭已经不是学族语最好的摇篮了，因为在都会50岁的夫妻都不会讲族语，那在部落呢也差不多，45岁、40岁的夫妻也都不会讲族语，所以家庭已经不是我们学族语的一个摇篮，所以退而求其次，学校逐渐来取代家庭的功能。现在在学校学族语的话呢，老师的责任很大。所以呢，老师不但要有长篇论述的能力，就是会一直说，可以长篇这个论述，就是不是说你好吗？我好，谢谢你，不是这样，就是说他的语文能力要很强，然后呢，我们才可以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讯息啊。所以呢，老师变得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在那个Zalan电视这个地理电视台里面讲，我说现在是我们关键的10年，你看我们现在70岁哈，会讲族语的，过10年我们这个后面的现在呢50、60岁的人，他还有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这一代可以说的那么好呢？
这个是我们真的有一点担忧的地方。所以呢，教育就是唯一的希望了。他们一直说教育，可是呢，他不给我们学校，那说教育是有一点是说而已啊，不是真的。如果当我们真的有学校的话，我们有教育体系，原住民的教育体系的话，就不要讲语言复振了。如果每一个人老师你在座的每位老师，如果我们有原住民学校，未来都可以到原住民大学，或是原住民中学、原住民小学当老师的话，我可能一开始教小孩子我就读原住民学校，因为将来我要让他在学校里面当老师。所以语言复振就不必讲了，就是因为他们都不给我们学校，所以他们一直讲复振都是骗人的。所以这个我很大胆的就在这里跟大家不客气的说，就是说现在呢给我们学校什么时候会真正会有学校的教育体制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要不断的争取，像教育部啊，像政府争取说我们真的要学校，不然的话我们的语言10年没有教育体制这个语言不会成功了，复振也不会成功。这个是我在那个杂览节目里面也说过的。所以呢，在座老师，我们的责任很重大，我们真的要传承这个语言，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无法置身于世外了这是这个很重要的第一点。所以语言真的要学好之外，我们的语法，我们要教书，语法就变得重要。第二个呢，要学好族语，一定要有语法的概念你就是要有语法，就是你要懂得这个是这样讲对还是不对，我们要有一个规范，这样子才对，那个讲是不对的第三个就当族语老师这个就变成族语老师就一定要学族语的结构，只有你学过结构之后呢，我们才会什么是正确的语言，这样子用那样用再就是我们的。所以呢，最后族语老师要像汽车修理的工程师一样，我们要会开车也要会修车。所以我想今天的课程呢，就是第一堂课是这个有很简单开始，什么叫语法，一直到现在刚刚讲了一些句法，它会有这样的变化，可见呢我们的族语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简单，它还有很多东西是真的我们要去探究的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老师们呢，我们能够不断的精进让我们的族语能够永永长长久久的在这块土地上。这是我语重心长的期盼我们大家一起努力。Hatini ko paini naman ko anini andaya saka aray hanan ko kita mapolong mi tengila ito bipaini naman ko hanan ko kopi parikor to soal saka 我们2个礼拜以后我们课是当然我们每一个老师都是隔周上课，所以你们也可以每天都来上课那想听语法的就是2周会碰到我一次。最后呢虽然已经9点了，但我想说我想那个理事长还有这个几位老师我想了解的是我这样上课还听得懂吗？太快还是太难？我想要了解你们的这个反应，我会调整我自己的教学法。我才会你们听起来课呢也才会比较顺遂一点。处长Masa Indonesia. Toko pasivana masingsi hai arumangko mengenai anak daya hal laku ci vendekai to laku minanamai saho sagako samanan matatudong ko pasivana no singsi usingsi ko mavanai sagako. Aray tokong sinsi nahoni halafina itu kita itini setai laka sayawai hoi o falosok nama ko hau ano talolongan to hau latek
marurai kuruma sinsi sa numako api sa follow zo hawi kiliman ako ko matatulungai kamuslay ira ko talulungay ta ira amin ko makrai no minanamai sanai kon mako follow zo 不管是有的是比较基础来的老师，有的是有稍微比较资深的，所以呢，我的课程呢，有些是很基础的，很这个简单的，也会有中有可以比较深，比较有一些可能有的老师会觉得说没有听过的，所以我想说，这个语法的课程呢，就是不是一次听就会了啊，这个要不断的这个听，不断的读，把它然后呢，这个一边自己也要有一个机会哈，自己去尝试跟你们的跟同事学生去分享你的心得，这样的学习呢才会有机会。可是有很多的人现在是因为没有什么舞台了，比如说想到语法的东西，你要在高中甚至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呢，你就有很多机会，很多学生就会问这个，问东问西，问东问西。小学就没有学生会东问了，他就是一直收，一直吸收，老师一直说，大概只有这样。所以呢，因为我们听了以后呢，不是一下子就到了我们的脑袋里面，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有舞台的话，我们就学以就自用了，就马上可以今天学，明天可以活用，可以跟学生分享，就比较不会忘记哈。Sanaysa, mana ca, matira好意，naon hanto minanam，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课程还可以听得懂吗？还是说太深了？还是说，我想说，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以后上课呢，我不会像在大学上课就是一张一张的讲解啊，就是我会用单元式的，每一次有一个单元上课，然后呢，以后把很多单元加起来，然后它慢慢会连结成你都能够消化之后，它就会变成生活里面的互相有一些串联，然后呢，这个句法你就慢慢就变成可以 handle 的一个语言上。总之今天我们只是第一天上课嘛，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都在那个网络上可以做交流了，就是anuman kulungos tumiso kacangotan tumiso soal hatu kami hanaku soal hatira kusalamako 理事长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吗？Ano ito re para kanto numita ko sa apo Arai, kula sinsi好。我大家还要读过说你上课的年好，最起码要有中高级以上，是吧？这个的话呢，好也可以旁听你就慢慢吸收，什么嘛但是今天的进度速度是还可以啦。按照如果说你的程度是够的话，跟得上；如果你程度不太够的话，可能有一些觉得会快一点，但是。Iraku pilu ini meta pasal salialiao han itinian脸书，我们有一个脸书的地方，可以那个地方就可以反反复复。但这个如来就过来信息，salialiao harus这个如来injira， 是吧？pasal kini la piluin senaika kau mata tudong to marurai susah tatukian ceka sasa hari pasal kira atengilan ma 连贯这个比等于的嘛个，这个等于连过哎呀，都慢慢的，你回去kami hani aci kacau sekacik awai kami dekat ho, tak mengenai tu paten dan irat tu kami, masa Pinang atengiran kiasa, jika, hai, 感谢主masa Pinang tore malah tu kufafutian ani dia datang ya， 好，就这样子哈，其他。